作者總老闆簽劃線勾 X 維度375萬升遷維度已盡，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53集，關於子女和家人投胎問題創造神界，宇宙皇族合力推出了一款生育集團的 App， 無論你們子女或家人或分身轉世投胎都可以在生育集團購買你子女或家人或分身的轉世投胎太幣，還可以在生育集團要設計出世的樣子，還可以設計轉世投胎的成長故事，這些服務都是付費的，還可以選擇你們子女投胎在你們家庭的生前的功德值及將來的成長發長路向，指你們天神父稱就可以安排你們的子女生男或生女，神 B 的等級保證是絕對好的選擇。你們一經選擇好、設計好、編寫好成長故事，一次過付清費用，閻羅王就會安排這些你們選擇好去到你們的家庭投胎轉世，在生育集團 App 你們天神想改變人生、改故事都可以自己編寫，一經核對付清費用就可以改變你們天神想要的人生故事。